繼續讀中央。夫子將故書，不偏數話，不偏即為將，不陽即為陽。將甲天下是正德，陽甲天下是正理。此篇乃康文傳授心法，就是天之久的差異，和必是無私，以修定數，即是自然一理，兩善為本事，八修合為一理。行之正明若合，觀之則推廣無力，自利不講，該是合也。見合者，觀學其有節言，則相信陽性，有不良心假意。對將天良即為相，天良即為相。不相即為德，修德即為道，德也假，不可疏如理也，可理非德也。是個觀主該先學其法不道，相苦學其法不聞，不先學問，不先學比，個觀主行其德也。是能愛樂之理化為之將，他的該將下為之和，將也假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假，天下之大德也。必將和，天德為言，萬德若言，就是將觀主將陽。將理話，觀主將陽，小人還將陽，觀主之將陽也，觀主之是將，小人之還將陽也，小人之無其但也。第三將陽之一好，是話將陽之一好。行善良見義，不是將，都是不行，這話都是不行也。我知之義，知家得義，古家不及也，都是不明也。我知之義，賢家得義，不孝家不及也。人的不認識也，善良必必也。這個將都是不行，這話都是不行一乎。這個將順其大地，這話順其大地也無。順好本理好察理典，恩惡之陽善，即是兩端陽之將無邊。其實以為順好，這七將應該話無敵，這話應該話無敵。這裡的諸葛話含將之將，你不是必必也，應該話無敵。這何將陽，你不良之話。修也，這對將回之為人，這話回之為人，這何將陽，這一線，這光管合陽，你會是之意，對高將，天下各家可見，這話天下各家可見也，這個可數也，這點可得也，
襄阳不可量也。分享是話南方是講有，北方是講有，一地講有，寬繞依道不得不得，南方是講也，關注國事，嚴正潔，處理不嚴，北方是講也。你講下故事，個關注合理不流，講大教，講一理不義，講大教，個要道不變學言，講大教，個不道知識不變，講大教。第11章，學問顯怪，這話學問顯怪。何者有出言，我不為之言。關注尊德理行，讚德理會，我不良意義。關注以後點樣，尊德不見低的不會，以向下點起。第12章，關注之德，關注之德，地理問，夫婦之故，可以無之言，不知之言，隨相言，也有所不知言，夫婦之不孝，可以良行言，不知之言，隨相言，也有所不良言。天地之大也，應有所含，個關注古代，天下不良在言，故曉天下不良可言。是聞言非如天，夫亦無言，言之上下策也。關注之德，則端合夫婦。不知之言，則何天德。第13章，德不완人，這話德不완人，有的為德的완人，不可以為德。是聞學科，記者不完，亦可以學科，這裡是指有意為完。個關注一人的人，在理記，將是為德不完，是自己的不完，也不是無情。關注之德是道的人一點，三
九何主，依主乎利灵也；花九何行，依主观利灵也；花九何地，依主乡利灵也；花九何朋友，相思之利灵也；用德之行，用言之敬，有所不着，不敢不变，有无不甘心。言道行，行道言，观众何不测测逆？继续读中阳。将故俗，不偏不歪，不偏即为相，不阳即为阳。相甲天下是正德，阳甲天下是正理。出偏乃空文传修心法，就是相之久的差呀。必是无私，以修良术，即是知言一理，相善为万事，百修合为一理，行之精密入合，万事皆推广无力，自力不强，该是合也；见合也，关系是有节点。不相信良心，有不良心假意。对讲天良是为相，天良是为相，不相是为德，修德是为道，德也假，不可疏如理也，可以非德也。是个关注改善后记法不到，相苦后记法不稳，不显后稳，不显后比，个关注性记得呀。喜怒哀樂之理化為之將，他的該將下為之和，將也下。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假，天下之大德也。必將和，天德為言，萬德亦言。就是將君主將陽，將米話，君主將陽，小人還將陽，君主之將陽也。君主之是將，小人之還將陽也，小人之無其但也。第三將，將陽之之一好，是話將陽之之一好，行善良見矣。第四將，都是不行，是話都是不行也。我知之意，知家得之，古家不及也，都是不明也。我知之意，贤家得之，不孝家不及也。人的不認識也，善良弟弟也。這個將都是不行，是話都是不行一乎。這個將順之在地，是話順之在地也無，順好本離好察離言，恩惡之陽善，即是兩端陽之將無邊，其實以為順好。這七將應該話無地。是話應該話無地，佢哋嘅主歌話含正之將，
你不是地比呀，现在话无地，一河相养，你不良自家修呀，你对将回去为人，这话回去为人，一河相养，是一线，一光管学样，你会是意，对高腔。天下各家可見，即話天下各家可見呀，這個可數呀，別邊可得呀，邊陽不可量呀。第12章官复之道，官复之道，第2本夫妇之故，可以无之言。这个之言，虽相言，也有所不之言。夫妇之不孝，可以良行言。这个之言，虽相言，也有所不良言。天地之道也，仅有所含。各官司古代，天下不良在言。故晓天下不良可言。是闻言非如天，夫亦无言，言之上下策也。官夫之道，则端合夫妇。一句之言，
他好天地。13章道不完人，作話道不完人，有的為道的完人，不可以為道。雖然學科記者不完，亦可以學科這裡是指有意為完。各關注一人的人，在理記，將是為道不完。是自己的不完，也不是無情。關顧記得是道的另一邊，燒酒好處依屬乎的另一，燒酒好行依屬觀的另一，燒酒好德依屬鄉的另一，燒酒好朋友相思的另一，用德的鄉。讓人之見，有所不着，不敢不變，有無不甘心。人到鄉，鄉到人，關注何不可命。繼續讀張揚。故事，不偏是話，不偏是為相，不陽是為陽。相甲天下是正道，陽甲天下是正理。此篇乃康文傳授心法，就是相之久的差異。和不是無事，依修兩數，只是虛言一理，相反為辦事，不修合為一理，行之將明着合，還之則推上無力，自力不強，該是合也，先合也，關係是有責任。不相信用心，有不良心假意。誰講天良是為相，天良是為相，實相是為德，修德是為道，德也假，不可疏如理也，可以非德也。是個關注改善後記法不到，相苦後記法不穩，不顯好穩，不顯好比，個關注性記得也。是能愛樂之的話為之相，他的該相下為之和，相也假。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假，天下之大德也。必將和，天德為言，萬德一言，就是將關注將陽，將理話，關注將陽，消人歡將陽，關注之將陽也。關注的是相，消人是歡將陽也，消人的無期但也。13章將陽之之一好，是話將陽之之一好，行順良建議，不是將，都是不行，是話都是不行也。我知之意，知家得知，古家不及也，都是不明也。我知之意，賢家得知，不孝家不及也。人的不認識也，善良弟弟也。這個將都是不行，是話都
其不行於乎，對相順其大地，即話順其大地也無，順好本而好察呢點，因惡而陽善，直其兩端，陽其將無邊，其師以為順好。對其將應該話無地，即話應該話無地，佢哋嘅主歌話含將之將，你不是地必也，應該話無地，即可將陽，你不能自家修也，佢哋將回之為人。即話回之為人，即可將陽，即一線，即光管合陽，離開實之意，對高強，天下各家可見，即話天下各家可見也，天樂可數也，別點可得也。將陽不可量也。第12章觀夫之道，觀夫之道，地理問，夫婦之故，可以無之言，不知之言，隨性言，也有所不知言，
夫之不孝，可以令行言。这个字也随圣人也有所不灵言，天地之道也，仅有所含。各官司古代，天下不灵在言，故晓天下不灵可言。是闻烟飞如天，虎亦无烟，言之上下出也。官主之道，道端何夫乎？一居之也，他何天地？这个大将道不安人，这话道不安人，有的为道的安人，不可以为道。是闻法科，记者不安，一科一学科。这里是指有意为官，各官府一人是人，在理记，将是为道不完，是自己的不完，也不是无人。官府之道是道的灵一点，烧酒何处，依属乎的灵也；烧酒何行，依属官的灵也。烧酒何多，依属相的灵也；烧酒何朋友，相思之的灵也。用德之香，用言之敬，有所不着，不敢不变，有无不甘心。言道香，香道言，官主何不测呢？继续读中阳。将故俗，不偏不歪，不偏即为相，不阳即为阳。相甲天下是正道，阳甲天下是正理。此篇乃空文传授心法，就是相之久的差异。不是无私，以修良术，只是机言一地，两善为万事，百事合为一地，行之精密入合，万事皆推广无力，自力不强，该是合也，见合也，关系是有缺点。这将心阳性，有不良心假意。对将天良是为相，天良是为相，不相是为道，修道是为道，道也假，不可疏如理也，可以回道也。是个官主改善后，其法不道；相苦后，其法不闻。不偏何问，不偏何比？个官主性之德也。是望哀樂之理化，為之將；他的該將下，為之和，將也假。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假；天下之大德也，必將和，天地為言，萬物亦言。就是將君主將陽，將米話，君主將陽，小人還將陽，君主之將陽也。君主之是將，小人之還將陽也，小人之無其但也。
第三章中央机制一号，是话中央机制一号，评顺良建议。第四章都是不行，是话都是不行呀，我自己。知者就是古者不及呀，都是不明呀，我自己。想者就是不晓者不及呀，人的不认識呀，善良弟弟呀，這個章都是不行，是話都是不行一乎，這個章順其大地，是話順其大地也無。順下半離下察離點，因惡離陽善，即是兩端陽之將無邊，其實以為順下。第七章境界或無地，是話境界或無地，佢哋嘅諸個話含正是將。你不是地地呀，境界或無地，即可相養，你不能自家修呀。這對將回是為人，即話回是為人，即可相養，是一線，即光管合樣，你會是之意。第九章。天下各家可見，是話天下各家可見呀，這個可數呀，別點可得呀，邊陽不可量呀。
以行者典记。第12章君主之道，君主之道，第2問，夫婦之故，可以無之言。這個之言，雖聖人也有所不之言。夫婦之不孝，可以良行言。這個之言，雖聖人也有所不良言。天地之道也，人有所含，各君主故大，天下不良在言，故小天下不良可言。是謂言非如天，夫亦無言，言之上下策也。君主之道，則端合夫婦。一舉之言，則合天地。第13章，道不완人，主話道不완人，有的為道而완人，不可以為道。是謂法科，記者不完，亦可以法科，這裡是指有意為完。各君主以人之人，在於己，將事為道不完，是自己的不完，也不是無情。君主之道事，道的良一言，殺酒何主，以主夫的良也；殺酒何行，以主君的良也；殺酒何德，以主兄的良也；殺酒何朋友，相思之的良也；用德之行，用言之敬，有所不教，不敢不變，有無不敢行。言道行，行道言，君主何不可命？繼續讀中陽。将故俗，不偏素话，不偏即为相，不阳即为阳。相甲天下是正道，阳甲天下是正理。此篇乃空文传授心法，就是天之久的差呀。不是无私，以修良主，只是虚言一句，相善为万事，不修合为一体，行之正明若合，万事皆退上无力，距离不详，该是合呀，见合呀，关系是有缺点。不相信良心，有不良心家理。谁讲天良即为相，天良即为相，不相即为德，修德即为道，德也假，不可疏如理也，可以非德也。是个君主改善后，其法不道；相苦后，其法不闻。不贤好问，不贤好比。个君主行之德也。喜怒哀樂之理化，為之將。他
他的高将下为之何？天也下，天下之大本也；河也下，天下之大德也。地将河，天的威严，万物一言，就是将君主中央，定理话，君主中央，小人反中央，君主之中央也，君主之之中，小人之反中央也，小人之无其但也。第三章，中央之之一下，是话中央之之一下，行顺良之意。第四章，都是不行，是话都是不行也，我之之意。知家则知，古家不及也，都是不明也，我之之意。贤家则知，不孝家不及也，人的不认识也，善良弟弟也。这个章都是不行，是话都是不行一壶。这个章顺之代替，是话顺之代替也无。顺下本vì hạ sát lưu điển, ân ạc vì yang xian, vì kỳ量端 yang kỳ tiếng ủ biến, kỳ sư y顺hạ。第七章，現在話無地，即話現在話無地，佢哋嘅主歌話含將之將。你不是地必呀，現在話無地，即可將陽，你不良自家修呀，這對將回之為人，即話回之為人，即可將陽，即一線，即光管合陽，你會是之意，對高將。天下各家可見，即話天下各家可見也，皆無可數也，別變可得也，變樣不可量也。
講大教，將一啲不義講大教，各有道不變實驗講大教，各無道知識不變講大教。第11章，學問現怪，即話學問現怪，何者有實驗，我不為之應。觀夫尊道理行，讚道理會，我不良意應。觀夫以學將揚，頓者不見地理不會，以向下聯繫。第12章，觀夫之道。觀夫之道，地理問，夫婦之故，可以無之言。一個之言，隨相言，也有所不之言。夫婦之不孝，可以兩行言。一個之言，隨相言，也有所不兩言。天地之大也，應有所含。各觀夫故大，天下不良在言；故小，天下不良可言。是謂言非如天，夫亦無言，言之上下策也。觀夫之道，則端合夫婦。一己之言，則合天地。第13章，道不완人，即話道不완人，有的為道而완人，不可以為道。是謂學科，其者不완，亦可以學科，這裡是指有意為완。各觀夫以人比人，在理記，將是為道不완，是自己的不完，也不是無人。觀夫之道是道比人一言，殺九何處，以屬乎比人也；殺九何行，以屬觀比人也；殺九何者，以屬相比人也；殺九何朋友，相思之比人也；兩舌之鄉，兩言之近，有所不教，不敢不辯，有無不敢行。言道鄉，鄉道言，觀夫何不特呢？